位親朋好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 Mandy 同埋 Harry 嘅婚宴，我哋俾啲掌聲嚟聽下先，好嗎？大家好，我係今晚嘅婚禮司儀 MC Sammy， 大家好啊，好開心，我哋今日一個好好嘅日子之下咧，見住新人一個人生入邊咧好重要嘅時刻，再次掌聲歡迎晒全場每位親朋好友，大家好。喺我哋新人進場之前咧，先等我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少少嘅戀愛故事啊！話説我哋今日嘅主角咧 ，Mandy 同埋 Harry 咧，佢哋咧喺工作時候認識，佢哋先後2次成為同事。第一次佢哋一齊喺間蚊型嘅工程嘅團隊入邊嘅工作，於是乎佢哋經常性互相扶持、互相照顧，亦都成為咗好好嘅朋友。到第2次佢哋再次相遇成為同事嘅時候啦，咁啊經歷過啦，每日咧經常性俾個老闆啦、糟質啦，同埋啦挖苦啦、挑剔佢哋啦，再加埋咧好多時候咧，經常性一齊咧去講老細壞話啊，或者係咧一齊咧互相互吐苦水嚇。咁甚至乎佢哋食晏嘅時候咧，佢哋都有時會遠離一班成班同事一齊食飯，自己2個去覓食。於是乎佢哋嘅感情亦都好好，工作時候亦都合作無間。終於佢哋經歷咗互相都低潮嘅時候，佢哋2個各自陪伴著對方，互相鼓勵、互相支持，令到佢哋咧對對方嘅感情日漸深厚，亦都由嗰次開始，慢慢由朋友、同事變成咗戀人啦。佢哋相愛咗2年幾時候本來我哋新娘子咧有養貓嘅佢哋好快一齊咗之後咧就有自己小天地啦，有隻貓啦。新郎哥本身對貓呢樣動物咧冇乜興趣，但係慢慢愛屋及烏之後咧，佢都開始幫手照顧貓貓開始咧一齊咧中意咗隻貓，甚至乎佢哋由1隻貓變成咗2隻貓，一齊相處，一齊生活啦。於是乎我哋有一日咧，新郎哥咧決定向新娘子求婚，佢哋去咗間餐廳，去食飯。食飯中途同新娘子講：我哋去一個位置有個好靚嘅位置咧，好似個走嗰隻小禮堂咁樣咧，可以影相打卡。帶咗Mandy 過去之後咧，然後 Harry 就為地攞出去嘅求婚戒指，讀出嘅愛的宣言，送你求婚成功，送咗個驚喜俾新娘子，俾掌聲送俾佢哋先。所以嚟到今日2025年嘅5月3號，佢哋剛才教導之前咧，政府嘅釋憲之下已經正式註冊咗成為鄧生鄧太，再次恭喜晒佢哋！喺呢個時候，佢哋進場之前咧，我哋一齊咧首先欣賞一下佢哋嘅成長戀愛故事先。麻煩開片，我哋一齊睇下見唔見到你哋嘅樣子喺入邊啊！唔該晒。